自製，作者青蘋果，愛萬民靈修分享。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卻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所以你們就要脫去一切污穢嘅同埋盈餘嘅邪惡，存溫柔嘅心，領受那所栽種嘅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嘅道。雅各書1章19節至21節，呢一段經文係提醒我哋要盡量控制自己嘅脾氣嘅教導，亦即係神話俾我哋知嘅教導。能夠自我節制，其實係聖靈嘅果子嘅其中之一個美德。若果你能夠節約自己、約制自己，唔會因為別人嘅挑釁同埋醜惡嘅言語而改變自己一向溫柔節制嘅樣子嘅話，咁樣你嘅精神狀態必定係一個好穩定嘅狀態裏邊。換一句話說，即係你就有一個好健康嘅精神狀態，強壯到唔受到別人嘅挑釁所影響。但係聖經都係同時教導我哋，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其實你係可以睇到神係明白同體貼我哋嘅，佢知道我哋需要一啲情緒上面嘅調整，所以佢話俾我哋知，我哋可以發下嬲，只要唔好將呢個破壞嘅動力變成罪惡嘅溫床就可以啦。我哋研習一下聖經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其實喺聖經裏邊有好多關於保持一種健康嘅精神狀態嘅好多種方法，好多種嘅情景，話俾我哋知點樣去處理同埋保持一個良好嘅精神狀態同埋健康。第一嘅益處就係你可以喺聖經裏邊揾到主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有呢種愛喺背後支持住你，你就可以舒緩咗你好多嘅情緒困擾，舒緩你嘅感覺。呢一種嘅愛同埋呢一個嘅恩典，係能夠印證出你一個生前死後嘅美麗前景嘅。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感謝你，感謝你喺聖經裏面俾我哋好多嘅應許，係表明你同主耶穌基督嘅愛不斷咁樣支持我哋，圍繞住我哋，使我哋有堅強嘅精神狀態去面對呢個充滿詭詐嘅世界。唔單止喺生前有美好嘅情緒狀態，死後亦都有永生嘅應許。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哋覺得我想同朋友分享喎，咁你就撳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願神大大嘅祝福你，再見。